Hello，早晨咁多位，我係 Neo。今次咧，我同大家介紹翻咧全中山最時尚、最高端供應嘅富人區，就係邊度呢？東區啦。佢係中山嘅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等同於香港嘅中環啦、深圳嘅福田啦。呢度擁有全中山最靚嘅城市界面、最高嘅寫字樓、最頂級嘅行政配套，以及含金量極高嘅名校網。住喺東區咧，代表係咩咧？地位、身份同埋最極致嘅都市生活品質。如果你對養老又或者買樓嘅要求非常之高，唔單止要求配套成熟啦，仲要街道夠闊啦，綠化夠靚啦，鄰居嘅質素夠高啦，甚至乎成個城市界面都要有國際大都市嘅感覺咧。咁喺中山，你完全唔使糾結，直接睇一個地方就夠噶啦。呢度就係東區。作為中山嘅政治、經濟同埋文化中心咧，東區一向被公認為中山嘅富人區同埋城市名片嘅。今日呢個咧就同大家用數據去解讀一下呢個全中山含金量最高嘅板塊。嗱，東區街道咧喺2025年佢嘅人口咧係未到22萬嘅。經濟即係佢嘅 GDP 咧係370億人民幣，中山24個鎮區排名咧第3位。第一，我哋睇下東區咧，佢有無可比擬嘅商辦同埋商圈實力嘅。呢度係全中山總部經濟最集中、商業最高端嘅地方。中山最著名嘅雙子塔地標啦、利和廣場啦，209米高嘅就喺東區。呢度開滿晒甲級嘅寫字樓。5星級嘅希爾頓酒店係全中山金融同埋商務嘅心臟。除咗利和廣場，東區仲有天翼星河 Coco City 啦、遠洋廣場啦、紫馬廣場等等啦。呢啲大型高端嘅購物中心，無論你想行名店、行食omakase定係飲網紅咖啡，落樓幾分鐘，全部都係最精緻嘅都市生活。第二，東區嘅醫療配套可以概括為2間本地王牌，10分鐘通晒全市嘅天花板。東區擁有2間3級公立大醫院嘅，第一間中山市博愛醫院，佢等同於香港嘅聯合醫院同埋婦產兒科大本營。大型嘅3級綜合醫院咧，佢1400幾個床位，婦產科啦、小兒科啦，係全大灣區嘅頂尖王牌嚟嘅。全家大細啲內外科疾病都睇到，醫院嘅環境咧好似花園咁舒服嘅。仲有一個咧就係中山市第3人民醫院，等同於香港嘅葵涌醫院，有國家3級專科醫院嘅資質，專門調理現代人壓力大導致嘅睡眠障礙啦、心理健康啦，以及長者失智、認知障礙呢啲康復，係非常之專業嘅。第三，好多人以為 CBD 會好擁擠、好擠迫，但係東區偏偏將繁華同埋生態已經做到咗極致。東區嘅核心位置咧，坐落住佔地高達1300幾畝嘅紫馬嶺公園，係咩概念啊？相當於4.5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或者5個荔枝角公園咁大。佢係中山最大嘅城市中央公園之一。入邊有大片嘅荔枝林啦、天鵝湖啦、大草坪啦。咁住喺東區咧，你等同於將一個超大型嘅森林公園搬入咗自己嘅後花園。東區嘅名校網都係全中山嘅阿爸阿媽逼爆個頭都想入嚟嘅。全中山最頂尖嘅學校中山一中就喺呢一邊，是東區中學啦、朗晴小學啦、竹苑小學啦，全部喺晒東區嘅。住喺呢度，你嘅鄰居大部分都係醫生、公務員或者企業高管。日後你喺呢度住，鄰居嘅質素咁高，你自己都舒服好多啦，係咪？咁第4點呢，睇下東區4通8達嘅心臟級路網，由呢度出發去邊度都好快嘅。東區緊鄰中山最重要嘅幹道喜灣道、長江路同埋博愛路。開車上博愛路，直接對接深中通道，30分鐘去到深圳前海㗎喇。
40分鐘可以去到深圳灣口岸，50分鐘可以去到福田口岸，非常方便。如果去高鐵嘅中山站呢，又或者輕軌嘅中山北站呢，都係只需要10分鐘到15分鐘嘅車程。如果係坐跨境巴士返香港，東區都有好幾個站點俾你上車嘅，所以住喺東區係好方便、好方便嘅一件事。最後我再講下東區樓市嘅行情啦。作為中山樓價嘅天花板呢，呢度嘅物業一向都係最保值嘅。東區均價大約係15,000蚊到22,000蚊之間，雖然單價呢係比其他區貴少少，但係買喺呢度呢係無可複製嘅地段啦，頂級嘅名校網啦，同埋最穩健嘅資產抗跌能力。總價大概150萬到250萬左右，就可以喺東區入伙一套非常高品質嘅3房單位、1000尺單位㗎喇。嗱，1300畝紫馬嶺公園啦，頂級嘅名校網啦，家門口嘅利和廣場、星河 Coco City 啦，仲有最極致嘅城市界面、頂尖嘅醫療配套。東區係用實力證明咗佢點解可以長年坐穩中山頂流富人區嘅一個寶座嘅。如果你都想攞到中山東區更加詳細嘅資訊，又或者想過嚟叫 Neo 帶住你實地考察嘅，歡迎喺評論區打出東區，又或者直接 WhatsApp 我。我係 Neo，帶你睇清大灣區最真實嘅宜居生活。我哋下期再見。